2025年案例：堅尼地城西寧閣浴室漏水。第一步就係打拆浴室。第二步就係重新鋪上水泥。重新鋪上浴室防水層。第三步就係重新鋪上浴室瓷磚。完成工程。漏水維修請揾我哋 Easy Water， 電話 WhatsApp 61395876。Easy Water 專業漏水維修，還你一個完美的家。